花莲县高中小教师联合竞选连续办5档最近煞公告要暂停，理由讲这是进前录取的老师教学品质无好，佮讲这竞选无法度减少代理老师的比例。为解决花莲县代理老师偏悬的问题，花莲县府连续办理5年的高中小正式老师联合竞选，目前已经录取300个老师，不过县府昨日却向宣布暂时停止联合竞选，引起外界议论。108年以前都是30几%，后来呢才开始开教甄之后变成20几%。但是如果你是忽然又不开，那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代理教师过高的教育现场状况。县府教育处定请市民有好好反映，考试1位老师教学品质无好，加上办理政治了后，也是无法度降低代理老师比例。相关办理是希望应找出解决的方式。新进老师，不管是在教学上，或者是辅导管教，甚至是班级经营上面，其实都需要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跟鼓励。所以呢，才希望说呢，今年的部分能够缓一下。不过，是不是影响咧准备应考的师资生涯的生涯规划？代理老师团体就积极县府根本是逃避稳定开阔的责任。花莲县就已经是偏乡，代理教师比例本来就高。那你说，因为现在代理教师比例高，我们就不开教甄，这样的逻辑我实在是无法理解。真的是呼吁教育部一定要出来介入，就是这年年出包的花莲教甄。县府教育处强调，各校依然应家己办理代理老师竞选，也用公费性培育、教师改评这机制来进行。不过，教团也是呼吁教育部应该履行区域联合竞选的承诺，确保老师争取稳定开阔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